回流香港嘅挑戰同準備。近排越來越多移英港人開始有返香港嘅打算，原本計劃喺英國落地生根，但因為生活、子女、工作等等因素，或者因為移民政策反覆收緊，部分人冇辦法滿足新要求，成為壓倒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。走得唔易，回頭更難。離開幾年，人變咗，習慣變咗，香港都變咗。一旦回流，各種落差就接踵而來。第一道難題就係住，好多港人住喺倫敦以外，房價便宜，空間充裕，3、4房嘅獨立屋或者半獨立屋，前後花園、車房同車位都有，小朋友有獨立房間，儲物從來冇缺口。賣掉英國嘅房子，即使套現可觀，換到香港通常只係一個細小單位。樓市雖然回落，但每尺價格依然高企，空間急速收縮，家具要割愛，雜物要清走，連生活節奏都要重新調整。教育係一道深溝，小朋友喺英國浸淫英語，能力突飛猛進，但數學往往落後本地同齡人，中文更可能荒廢多年，回港後就要急起直追。國際學校學費高昂，難以負擔。本地學校節奏急速，要求全面，語文同課業壓力都唔輕。工作挑戰更加現實，英國最低工資較高，基層工都可以維持生活。香港法定最低工資只有英國嘅1/3。如果回流後仍然做非技術工種，薪酬倒退幾乎注定。加上職場文化完全唔同，本港節奏急，工時長，競爭強。英國經驗未必可以直接轉化，重新適應唔比初到英國容易。生活方式嘅落差同樣明顯，在英國開車出城睇海、去郊區購物係好多家庭嘅日常。喺香港，車牌貴、車位緊湊、道路擠塞、用車成本驚人，駕車唔再係享受而係負擔。幸好本港公共交通四通八達，班次密集。只要唔迷戀駕車，日常生活仍然算方便。最後就係人情同連結，幾年喺英國建立嘅鄰里關係、學校社群、新朋友，早已成為生活一部分。回流香港唔單止要重建社交圈，仲要重新適應城市嘅密度同節奏。嗰啲喺異地共過寒冬，睇住小朋友一齊成長嘅朋友，突然遠在千里之外，呢份距離真係唔易消化。回流唔係失敗，只係另一種選擇。每個選擇都有代價，亦都有重量。如果你正準備踏上回程之路，祝你有心理準備，亦有重新開始嘅勇氣。祝各位好運。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，請按讚同訂閱胡思棟明頻道。下次再見。